小姐，小姐，你昨晚那么晚回来，这大清早的，你干嘛去啊？现在全城的百姓都在积极的参与县城的防御工作呢，我当然也得去帮忙了。小姐，那是男人们做的事，你一个千金大小姐，能帮上什么忙啊？好了，我的事情要你来多嘴。小姐，你别生气，实验听命行事，只是不想让你太过劳累。知道了，还不跟上来？哎呀！哇！飞燕，子龙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过来拿粽子啊？啊，你要粽子啊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今天啊是师爷的生日，他生前最喜欢吃的就是粽子，所以每到这个时候，我爹就会蒸一大锅粽子，遥祭一下师爷。难道说这粽子是师叔亲手包的？是啊，这粽子是我包的。能吃到师叔包的粽子，我真是太有口福了。哎，还没有遥祭过师爷吧？光想着吃，太失礼了。没事儿，当年我师父刚包出来的粽子也是滚烫的，我、你爹，就像你现在一样，迫不及待的吃了起来。师叔，这个包粽子的手法是师爷教的吧？当然。你今天怎么突然问起粽子来了？我想再走一趟绝命谷。你这个县令，未免当的也太省心了。现在外面阿猫阿狗都能组织乡团，天天嚷嚷练兵修筑城墙什么的，我看根本没把你这个县令放在眼里啊。你不要妒忌赵子龙了，看开一些。有他在外面忙活，我反而能得到几日的清闲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说山贼来袭根本就是托词，他赵子龙就想借此笼络人心，壮大自己的声势吧。倘若山贼不来也就罢了，如果山贼来了，他跟这一帮乌合之众跟在我们官兵后边捡便宜，哼，到时候百姓还真把他当成大英雄了。该将您置于何地呀？好了，我的事情我心里有数。我本想跟你走一趟绝命谷，去那边看一看，瞧一瞧那些枪法和一些奇怪的文字。但你既然把县城的城防托付于我，那我只好作罢。等有机会再说吧。辛苦师叔了。耿纯这个小子向来不地道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师叔一定要多加留心。如果他气急败坏，不利于城防。师叔明白。这几天我会让周怀忠加紧训练乡勇就是了。为了避免意外发生，我会和乡勇们住在一起。明白，师叔。吃吧。子龙，你去绝命谷的事儿是不是也要保密啊？晴儿，子龙呢？他出城去了。出城去了？去了哪儿？什么时候回来？那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。师叔说了，子龙的去向不能跟别人说，因为县衙里面人多嘴杂，
所以那为何偏偏瞒着我一个人？难道你们把我们家小姐当成了贼不成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县衙里面人多嘴杂，你们俩也是知道的。你们真是太过分了。回头我和小姐一定要找赵子龙问个明白。晴儿，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我们情同姐妹。我再问你一句，子龙去哪儿了？如果你还是不肯告诉我，可这好姐妹真就到头了。青衣姑娘，真的不便告诉你。为什么？姑且不说县衙里是否有山贼内应，单就耿纯而言，他也不会怀有好心。县衙里人多嘴杂，多说无益。李叔，你也不相信我？此刻大敌当前，子龙又是义军的主心骨，他的去向也属军情，一切还是谨慎为好。哎呀，晴儿啊！啊，师叔，他们……去帮我把相拥的花名册给我找出来。去。这个李全好歹也算是个长辈，怎么能说出如此无理的话？他以前对我们和颜悦色的，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哼，他们一时间都有毛病了，以后你别搭理他们便是了。他可是子龙唯一的长辈，我避不开的。如果我跟他闹得太僵，肯定不行。我还得慢慢跟他沟通。小姐，你变了，以前的你有些任性，但是现在你真是越来越不像你自己了。你为赵子龙改变太多了。说起子龙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呢？师叔，名册。师叔，刚才你对青衣的态度会不会太生硬了一点啊？这样会不会不好啊？如果让他恨我怨我，因此知难而退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这个恶人就让我来当吧。为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子龙，累了吧？喝点水。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龙行天下，青衣随。
是他。快点给我追！追！大叔，大叔，你赶快躲起来！喂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受伤的老头？我那边跑了。看地上的血迹，应该是朝那边跑了，朝着血迹的方向追。走，走。好。小兄弟，你这么小的年纪就有如此的侠肝义胆，哎，练过武功吗？我爹娘教过我一些入门的基本功。小兄弟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有缘再会。撤！跳！太师在哪里？太师现在在锦堂呢。在锦堂。那你们为什么不去侍奉？现在太师还在和新人共寝，应该还没有起呢。
义父，义父，王司徒家的事情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王司徒家的事，王司徒家的事，我能跟你说什么呀？我没有。凤仙，我这2天歇一歇，你没事四处转一转，看看有没有那些密探在啊。外面有什么事儿没有？凤仙，凤仙，这里没什么事儿了，外面伺候。诺。就敢用生命来小作，穿上一层的盔甲，为千军万马的厮杀，然后漫过江山，只为他名震天下。不想与谁走完，不爱又与我战，珍惜一生是淡，是英雄不留遗憾。这湖底通往外面的通道是一个洞穴，我们一定要下到水里面。记住，下水以后务必跟紧我。走。前辈在此无亲无故的，不如先到晚辈家里面过一段日子，待你习惯了谷爱的生活，再做打算。前辈。哎，前辈。
他在谷底惯了，如果让他过快的适应国外的生活，也许会适得其反。他武功极高，反正也无人能伤害到他。嗨！好！走！走！走！好！走！停！哼，李玄，你可知道今天我是为何而来啊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干扰我们操练了。大胆刁民，竟敢跟本官如此说话！你少装糊涂了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查办你们的。我们百姓勇士自发结盟，抵抗山贼敌寇，何错之有？何须你耿大将军如此兴师动众前来查办？你们天天聚中操练，已属非法勾当。我怎么知道你们这般操练是为了对抗山贼，还是为了造反呢？此刻大地当前，形势危急，现在要保护百姓安危，谁还有功跟你们官府造反？多说无益，让我看看你们里面谁是奸细。不行，来呀，缴了他们手中的兵器！敢！李全，你当真是要造反吗？耿纯，你不要逼人太甚，否则我让你下不来台。哼，你举中造反，该当何罪？来呀，把这个老头给我拿下！没用的东西，处处忍让，你只会得寸进尺，不得不教训你了。师叔，大局为重。真想打得他满地找牙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些都聚齐了。赵子龙，耿纯，我望你好自为之。小子，有的人一辈子毁了，就因为讲错一句话。我能容忍你们这么多天，已经很仁慈了。记着，我会随时过来抽查你们有无奸细。若让我再发现你们有举重造反的迹象，下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。撤！撤！子龙，赶快回去疗伤吧。师叔，大敌当前，不可以再起内讧。走。耿纯这小子，几次上门无理挑衅，任由他这么下去，可不行啊！师叔，是我不好，把你们都连累了。耿纯此等行为，都是针对我罢了。就算他跟你有私人恩怨，那他也不该公私不分，视真定县的安危于不顾啊！耿纯是不是因为青衣不肯跟他回家，这才憎恨于你？有可能。色字头上一把刀啊！自古以来，大多数结怨的非财即色。子龙，你可得谨慎，可不能为了青衣一个人，使县城城防从内部崩溃了。师叔，是不是青衣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？难道青衣得罪你了？好了，你不要瞎想。总之，你与青衣的关系，一定不可发生男女之间的情愫。
切记，切记。爹，为什么子龙和青衣的事情，你要阻止啊？哎呀，你呀，就更不要问了。哦。疼吗？好多了，谢谢飞鹰。月宫的嫦娥，你现在也同我一样，在想念着一个人吗？你奔月之时，定是在恨着后羿当了大英雄，整日不知所措，而忽视了你的感受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又何尝不同你一样呢？啊，也不知道赵子龙这家伙现在在干什么。望着月亮有什么用？月亮又不能现在把赵子龙带到小姐面前。你个小丫头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放着那么多活不干，小心我罚你啊！小姐，你可别错怪我，我呀是来给你送衣服的。晚上风高，怕小姐相思病尚未痊愈，再染了风寒。什么相思病？你这大晚上的，躲着偷看像什么话？小姐，若是我说了谎话，你将我卖了便是。可是小姐现在正在思念赵子龙，这是实话，所以我呀一点也不担心小姐会责罚我。你再说一句试试。好，我不罚你，直接把你卖给一个真定的男人，也让你尝着相思病的滋味。小姐，你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。我呀一点也不担心你会卖了我，因为你呀喜欢赵子龙。我今天特地去了趟练兵场，正式警告了那帮举中造反的乡团，让他们给我老实一点。依你看，那帮乡勇实力如何？哼，乌合之众罢了。而且我还好好的警告了他们，并且收拾了一下赵子龙。你收拾了一下赵子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带兵跟他们冲突的时候，用剑划伤了赵子龙。若不是我有好生之德，他早已成为我的剑下亡魂。耿纯，你伤了赵子龙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小姐，我，你简直太可恶了！快告诉我，子龙他伤得厉害吗？小姐，你一定是听错了，我没有去故意伤害赵子龙，是我不知道他怎么突然冲到我的剑前，我都来不及收回了，也不知道是他武艺不精，还是他精神错乱。谁知道他怎么做出这样的举动？你不要胡说！我看，一定是你故意为难他，找机会伤他的。小姐，你要是实在不信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还说要保护真定县的百姓，哼，原来如此不堪一击啊！那你就能保护真定县的百姓吗？你够本事抵挡山贼吗？你自身无能就算了，可你却要破坏赵子龙，组织乡团自救。你不仅是无能之辈，还是无耻之徒。你要是再敢胡作非为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，小心我一剑杀了你。青衣，等等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去哪里不用你管，我不想理会一个和耿纯同流合污、沆瀣一气的人。子龙他受伤了，你一定会去找他，不理我。可是你别后悔啊！我这里可是有好几副上好的膏药，享誉100年的洛阳百草堂膏药，很好的，你要不要拿去？不稀罕。就算你帮我给子龙带去的好不好？你好像比这个小人还有点良心。哎，青衣，那你就好好的照顾子龙吧。
龙息天下，7-1岁。子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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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衣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姐，你跑那么快做什么？我都追不上你了。飞燕，子龙呢？子龙，他去小树林了。哦，青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啊，我还有衣服要洗，你们好好聊。你不要多想，我只是来看看你的伤势。现在看来，有了飞燕姑娘的照顾，你的伤也没什么大碍了嘛。那我走了。哎，青衣，你走了？怎么刚来就要走啊？这你还用问吗？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青衣，你为什么这么想？我当然有啊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为什么这2天我见不到你的人影？我去了绝命谷。绝命谷？你回那里做什么？你还记不记得那山洞的壁画上刻的武功？我明白了，你是学武去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遇到了刻画枪谱的高人。真的吗？我甚至还与那位高人切磋了一番武艺。我赵子真的很幸运，能够得到高人的指点。啊，青衣，你知道吗？这2天我的枪法可谓进步神速。知道了，那你继续练你的枪吧。哎，青衣，子龙，师叔，你怎么来了？都这么晚了，你子龙啊，你的伤口才刚刚包扎，你到底还要不要命？还想不想保卫真定了？李叔，您千万不要误会了，我只是来看看子龙的伤情。青衣姑娘，真的谢谢你为我这个失职费心了。但是深更半夜的，男女之间还是稍稍避嫌一点的为好。师叔，哎呀，子龙啊，都这么晚了，就让青衣姑娘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李叔，您不必怪子龙，我不知道您这2天为什么对我的态度大变。总之，我走便是了。石燕，我们走。青衣，子龙，确实老大不小了，爹娘又不在了，我呢就倚老卖老一回。作为你唯一尊敬的长辈，我想尽快把你的婚事张罗一下。飞燕是你的师妹，你俩有知根知底的，在我看来啊，你们2个又相处的那么愉快。我想把飞燕许配给你，就这么办吧。啊，我这就去张罗，好吧？哎，不用担心，我就这么一个闺女，我会把她办得非常好的。师叔，小姐，你别因为这个胡搅蛮缠的老头坏了自己的心情。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李全确实让人猜不透。他好歹也曾担任过御林军校尉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，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？对呀，我第一次见到李全时，也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慈祥的长辈，虚怀若谷。没想到这人呢，一旦到了岁数，这脾气就变得古怪起来。女人是如此，我才知道原来男人也是这样。这李全的性格变得比老太婆还古怪夸张。
真是没想到。石燕，别说了。不过，我觉得小姐啊，应该感到庆幸。庆幸？我庆幸什么？庆幸及早认清他了呀。庆幸还没有真正的和赵子龙结合。这个李全是赵子龙目前唯一的亲人和长辈。这要是赵子龙婚后时时都听他的，那日子可就难过死了。而且不光是你难过，连我陪嫁过去的也只得跟着过苦日子。小姐，难道是我哪里说的不对吗？石燕，你这样太失礼了。李全他毕竟是长辈，我们做晚辈的岂可这般议论？小姐对他始终以礼相待，分明是他做的不对吗？我在想，李全能忽然有今天这样的态度，该不会是对我有什么误会吧？怎么说他都不应该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呢。小姐受此等侮辱，还急着为他人找理由，看来小姐真的是对赵子龙情深意重了。我与子龙都对这段感情做出了付出，我深信，我们的感情是不会受任何情势、任何人所影响的。看样子，小姐当真是一心都系在赵子龙身上了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非常残酷、非常血腥的战争，所以呢，我们首先要学会的是外伤的包扎。如果说我们面对的患者他是头部受伤，首先呢，还是用这样的药粉将他的伤口清洗干净，再用2块这样的竹片，像我这样将患者的两颊把它固定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2个一组，一起来练习一下，好不好？父子走。赵父子，子龙，你回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城墙的修葺工作已经完成了，比预计提前了10天。子龙，你怎么了？谁又惹你生气了？你招惹我了。我又怎么了？你不是喜欢飞燕吗？我是啊，我是一直喜欢飞燕呀。你不是自始至终就知道吗？你喜欢她，干嘛不娶她？我是想娶她来着，关键这个事儿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如果你把她娶了，这不什么事都解决了吗？哎，子龙，你今天怎么关心起我的婚事来了？哎，昨天晚上你跟师叔待了一宿，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你真傻，还是装糊涂？我傻？我装糊涂？这话从何说起啊？说什么呢？这么激动，我在帐外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。青衣，你来的正好，跟我走。这怎么回事？抽什么风啊？子龙，你干嘛呀？要带我去哪儿？喝点水吧。来，水来了，太好了，喝水，喝水，得死我！哎，快，喝水了！哎呀，渴死了！哎，去哪儿啊？兄弟们，在！出兵真定县。哥，
这是给你打的水。哦，小心。哥，我刚才看见子龙跟青衣骑马出城了。啊？而且，他们两个人的表情奇奇怪怪的，好像有什么事儿发生。我也觉得奇怪，而且今天子龙跟我讲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那，要不然我们去问问飞燕吧。子龙，为什么要带我来这里呢？青衣，你还记不记得，在绝命谷，我对你说过的话？记得。怎么了？那就好，你一定要信任我。我赵子龙，此生绝不会违背我们的誓言。天地神明为我作证，我赵子龙的心里只有青衣一个人，此心日月可表，只盼生生世世能与青衣相知相守，不离不弃，至死方休。请天地神明为我作证，我夏侯青衣心里只有赵子龙一人，此心可表日月，只盼生生世世能与子龙相知相守，不离不弃，至死方休。飞燕，现在还没有到起灶的时间，你如果饿了呢，要不就先忍忍，要不就到其他的地方找点吃的。飞燕姑娘，你还是给柳慎找点吃的吧，没有你呀，他得一直饿下去了。是啊，是啊。你们两个说什么呢？不是，我是想找飞燕姑娘谈谈军务。我们到那边说吧。找我干嘛？快说吧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。没什么事儿，那你搞得那么紧张干嘛？你明知道我在忙，然后说什么有军事要谈，现在又说没事了。我就是想抽空跟你聊几句，你至于这么生气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对你发这么大的火。反正我就是心情不好。心情不好，是跟昨晚子龙跟师叔谈的事情有关吗？你都知道了？我知道的不太具体，但是我知道了吧，就很好奇，你们谈什么了？也没谈什么，就是聊家常。是吗？你多想什么了？我没想什么，我就是看到你跟子龙心情不好，弄得我的心情也灰灰冷冷的，这种感觉我说不上来。这种感觉我也说不上来。
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？青衣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是一种错误？为什么我们总会碰到那么多的障碍？为什么得不到他人的祝福？也许这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。子乐，你该不会是为了我即将回家的事而烦心吧？如果是为了这件事的话，你大可不必这样难过。我父亲向来是最疼我的，我们的事，我想过段时间再与他商量。假以时日，他会接受我们的。不止这一件事。子龙，是不是李叔反对我们在一起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子龙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任何艰难险阻我都不怕。是真的，我们一定会克服一切困难，白头偕老。只要我们能够一起努力，我有这个信心。难道你没有信心吗？我也相信，我们两个人可以白头到老。这声音好像不太对，去看看。是杜绝那贼子。山贼就要逼近城，我们要回去禀报。青衣，我们找一条近路，希望来得及。撤！玉，大哥，且慢。玉，狗蛋！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县城内有内奸，你们的行踪已经被暴露了。江峰正带着弓箭手在半路上准备伏击你们呢。你们还是赶紧换条路回县城吧。狗蛋，你的头发和胡子……刚才正要给你们报信，不慎被他们发现了。经过一番打斗，我好不容易才闯出来的。好险，幸亏你发现的及时，不然的话……这样也好，彻底的离开了贼窝。好，跟我们一起上路吧。好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要竭尽全力保护好真定县。师叔，前方有沙尘。快去通知高泽高县令。诺。师叔，子龙不在城里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们看，那个是不是子龙？是子龙和青衣，另外一个是谁啊？大寨主，前面好像是赵子龙。快追！势必要将赵子龙斩杀在城头之下。走，两个给我追！
你们听我说，你们先进城，我来断后。那你呢？放心吧，这堆小毛贼，先了结他们。那好，记住，千万不可恋战。好。撤！撤！撤！放吊桥，开城门，把小姐迎进来。去！子龙，拿子龙的枪。子龙接枪。升吊桥，关城门。不行，不能关。子龙还没有进城呢。山贼跟得这么近，城门失守怎么办？还等什么？关城门！谁敢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敢！你，早知道你们会谋反，我都准备好了。恶贼！撤！别跑！都住手！住手！耿纯，你太过分了！高泽，我也是为了城防啊！不要说了，你这分明是想毁掉城防。耿纯，我饶不了你！住手！师叔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子龙，他对师叔无礼。现在兵临城下，我暂时放你一马。等击败了山贼以后，我一定加倍奉还。哼，好大的口气呀！李校尉，你们先放过他吧。耿纯，我们对你一忍再忍，你好自为之。高泽，速速打开城门，迎接我大军进城。我杜绝在此允诺不开杀戒，要是不然的话，别怪我杀进城池，杀你个片甲不留，把你真定县夷为平地。杜绝狂徒，昔日赵家坟前我就不该放过你。你祸害常山多年，有以真定县为甚。今日我定要让你命丧真定城下，我要为民除害，让你血债血偿。高泽小儿，你和赵子龙一样，狂妄无知。我们真定县城区区几百人，我大军有3000之众，你们拿什么跟我斗？在赵家庄坟前，是我估计不足，带的人少，让你钻了空子。如今兵强马壮，磨刀霍霍，就等着
宰杀你们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姓高的，我就再给你半炷香的时间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半炷香之后，如果你仍然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，把你真定县变成一片废墟。高兄，不要担忧，山贼虽然人数众多，但他们只是贪图钱财，而咱们真定的居民是为了生存，为了家园，所以他们一定会孤注一掷。咱们虽然人少，但均可以以一敌十。真定的300余名乡勇，愿听高兄差遣。还是上次咱们所议定的那样，你的这些乡勇，全都由你带领。他们怀着一腔热血，愿意保卫家乡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。此次战役无论成败，都与官府毫无关联。不过，论咱们兄弟之情，我高则希望你带领乡勇不遗余力地协助官军守城，东门、南门交给你来防守，我去西门、北门督战。另外，我也从兵器库调出150捆羽箭，一会儿给你送来。好。你们都给我分散开了，把县城给我团团围住。一会儿听我号令，从4个城门同时进攻。上！赵大哥，我也要参战。狗蛋，都过了这么久了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你本名叫什么。哦，其实啊，我也姓赵，爹娘自小就叫我黑妮儿，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我起过正名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在大家面前再叫你在贼窝里用的贱名，肯定不好。子龙，你这个教书的夫子，为何不替狗蛋取个正名呢？是啊，赵大哥，你给我取一个吧。狗蛋救我们这么多次，口口声声叫我赵大哥，就好像上天的眷顾，让我拾到这么一个英姿飒爽的妹妹。那干脆就叫赵师妹，怎么样？赵师妹，好啊好啊，赵师妹，谢谢赵大哥。继续，啊，这里就是我们操练的。往进说，好，接着，快点，动作快点，快这边，来，使劲儿，有，再拿几个过来，好，别磨蹭，快，动作快点，好。加把劲儿，往紧了！这边，这，再过来一个，啊！快点！高将军，我知道你又要说赵子龙的各种是非，什么乡勇准备造反，他们欲对咱们不利。好了，我耳朵听的都快起茧子了。我现在想说的不是这些，我想说的是，快这边！今天我的手下看见赵子龙跟小姐出城去了，而且是赵子龙把小姐告上马。高将军，别磨蹭！如果你再任由那小子混蛋下去，你这个常山郡守乘龙快婿的名分，怕是保不住了。加把劲儿！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又不是瞎子，他们两个的事情我看在眼里，没有什么不妥的。快点！